在台北捷运的早晨，或是新北公园的清晨，你会看到一个很常见的画面，很多人手上都拿着大大的保温瓶，里面装满了茶，他们以为这样就是在照顾自己的健康。但你知道吗？台湾的糖尿病人口持续增加，三高问题依然严重，即使大家都说喝茶对身体好。我是陈医师，在诊间工作30多年了。这些年来，我看过太多病人，每天都很认真地喝好几瓶茶，但是糖化血色素就是降不下来，有些人反而还越来越高。他们来找我的时候，常常很困惑地问：陈医师，我明明很努力喝茶了，怎么血糖还是这么高？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事实：如果你继续用现在的方式喝茶，10年后你的血管会付出代价，而且大部分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我在诊间看了30年得出的结论。请您告诉我，您是从哪里收看的？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请留下评论，并提出您可能有的任何问题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通知，这样您就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观看这个影片。如果您觉得这些内容对您有帮助，请在评论区输入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输入数字0。但是请你先不要紧张，因为这不是你的错。媒体上常常说喝茶对血糖好，但是很少有人告诉你什么时候喝，怎么喝，这才是关键。其实只要你改变3个喝茶的时间点，你就可以帮助血糖更稳定，睡得更好，而且不需要多吃任何一颗药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3种茶：姜加肉桂茶、绿茶，还有洋甘菊茶，以及3个最重要的时间点：早餐前、早餐后1到2小时，还有睡前30到45分钟。如果你只听一半就关掉影片，很可能你会续用错误的方式喝茶，然后在未来的5到10年里，让你的血管健康继续恶化，而你自己完全不知道。所以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因为我会很清楚地告诉你，为什么喝错时间血糖不会降，喝对时间你的健康会完全不一样。很多人以为茶就只是有味道的热水，喝了让身体暖和一点而已，但其实不是这样的。在每一杯茶里面有成百上千种的多酚、类黄酮，还有抗氧化物质。这些分子就像是一个专业的血糖管理团队。这个团队里的成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工作，有些站在小肠那边帮你拦截一部分的糖分，不让它们全部跑进血液；有些帮助你的胰岛素工作得更有效率，还有些专门去清理血管里面黏黏的油脂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只是喝白开水，你就没有这个团队；但如果你喝对的茶，在对的时间喝，你等于是请了一整组专家进来帮助你的身体，这是多么划算的事情啊！但是这些管理员再厉害，如果你叫他们在错的时间出现，他们也很难把工作做好。举例来说，如果你在吃饭的时候喝茶，这些成分会干扰一些营养的吸收，像是铁质和钙质。如果你在晚上喝含有咖啡因的茶，你可能会睡不好，一睡不好，压力荷尔蒙就上升，血糖反而更难控制。所以今天我们不只要谈喝什么茶，更重要的是什么时候喝，怎么喝，特别是针对我们台湾人的生活习惯。接下来我会跟你介绍3位管理员。第一位是早上的管理员，专门负责唤醒你的新陈代谢。第2位是中午到上午比较晚的时候出现的管理员，他专门帮你降低吃完饭后血糖的高峰。第3位是晚上的管理员，他的任务是关掉你的压力开关，让你进入深层睡眠。这3位管理员，只要你用对时间，他们就会帮你把血糖照顾得好好的。我想先跟你说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这是我的病人张秀兰女士，今年67岁，住在高雄。她有糖尿病，已经超过10年了，同时也有血脂高的问题。每天早上起床，她的手脚都是冰冷的，整个人感觉很虚弱。张女士每天早上都喝一杯加了糖的豆浆，其他什么都不吃，因为她以为少吃一点，血糖就会比较低。但是她发现吃完早餐以后，血糖还是会飙高，而且手脚还是很冷，常常觉得头晕。她跟我说：“陈医师，我以为少吃少喝，血糖就会好一点，结果越节制越累。”后来我建议她在吃早餐之前，先喝一杯温热的姜加肉桂茶，然后再做一些其他的小调整。结果只过了几个月，她就发现手脚变温暖了，早上起床的时候不再头晕，吃完早餐后的血糖高峰也没有像以前那么高了。他现在每天早上都很期待喝那一杯茶，因为那让他觉得自己在照顾自己的身体。为什么姜加肉桂这么有用呢？我来解释给你听。姜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很低，升糖指数也非常低，所以它不会让你的血糖突然升高，而且姜可以帮助你的胰岛素工作得更顺畅。肉桂呢，就像是血管里面的扫把，它可以帮助降低血糖、血脂还有血压这3个问题，正好就是台湾人最担心的3高。具体来说，早上喝姜加肉桂茶有4个好处。第一，它可以稳定你吃完早餐后的血糖高峰。第二，它帮助清理血管里面的油脂。第三，它让你的消化系统比较舒服，特别是容易手脚冰冷的人会觉得肚子暖暖的。第四，它让你感觉比较清醒，比较容易开始新的一天。那要怎么准备这杯茶呢？你需要大概大拇指大小的一块姜，不用去皮，切成片，然后加1小段肉桂棒，或是大概半茶匙的肉桂粉，用大概200到300毫升的水煮大约10分钟。什么时候喝？最好在你吃早餐之前喝。你可以早上刚起床的时候就泡好，然后过15到20分钟再吃早餐。但是有些人要小心，如果你有很严重的胃溃疡，或是正在吃抗凝血的药物，你要先问过医师才能喝。这杯茶不只是饮料，它是你一天的开始，是你对自己说我要照顾好自己的第一个行动。我们来谈谈绿茶。很多人都知道绿茶对身体好，所以台湾人很爱喝。在台北的办公室里，很多人吃便当的时候就配煮超商买的瓶装绿茶。在餐厅里也常常看到有人吃饱饭后叫一杯冰绿茶，觉得这样可以解油腻。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绿茶里面有一种成分叫 EGCG， 这个成分非常好，它可以降低坏的胆固醇，保护你的心脏和血管，还可以减少小肠吸收糖分的速度。可是如果你在吃饭的时候喝绿茶，或是刚吃完饭就马上喝 EGCG， 会紧紧抓住食物里的铁质和钙质，让你的身体没办法好好吸收这些矿物质。时间久了，你可能会出欠缺铁性贫血，症状包括容易累、头晕、心跳加快，整个人没什么力气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明明喝了很多绿茶，也吃得很健康，但还是觉得很疲倦。那应该怎么做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在吃完早餐1到2个小时之后再喝绿茶。为什么这个时间点最好？有3个原因。第一，这个时候你早餐里的主要营养，像是铁质、钙质，都已经被身体吸收的差不多了，绿茶就不会抢走这些重要的东西。第二，绿茶里有咖啡因和茶氨酸，可以帮助你在早上保持清醒，而且不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。第三，这个时候你吃完早餐后的血糖活动还在进行 EGCG， 可以在这个时候发挥最好的效果。所以我给你一个简单的时间表。
如果你早上7点吃早餐，那就在8点半到9点之间喝绿茶。喝完绿茶之后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去走个10到15分钟的路，效果会更好。有研究发现，喝绿茶之后2小时内去运动，可以增加17%的脂肪燃烧。但你不用想得太复杂，就是喝完茶动一动，这样就很好了。记住，绿茶是你的血糖管理员，专门负责照顾你吃完饭后的血糖。但是千万不要在吃饭的时候喝，特别是如果你有贫血的风险。只要改变喝茶的时间，你就可以享受绿茶所有的好处，又不会伤害到身体。现在我们来谈谈晚上，很多台湾人有一个习惯，躺在床上，手里拿着手机，一直滑，一直滑，看新闻，看股票，看家人从国外传来的讯息，头脑很累，但就是睡不着。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发现血糖又高了。明明昨天晚上根本没吃什么东西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当你压力大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会分泌一种荷尔蒙，叫做皮质醇，这是人体的本能反应，是为了帮助你应付危险。但问题是，如果皮质醇长期处于高水平，它会阻止胰岛素好好工作，甚至会叫你的肝脏室放更多的糖到血液里面。也就是说，你越担心，血糖就越有压力，压力越大，血糖就越高，这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，像云霄飞车一样，你根本控制不了。这时候，洋甘菊茶就可以帮上忙了。洋甘菊茶完全不含咖啡因，里面有一种成分叫芹菜素海，有其他的类黄酮，可以帮助你自然的放松下来，让神经系统安静下来。有一个研究持续了8个星期，结果发现那些每天晚上喝洋甘菊茶的人，他们的血糖和糖化血色素都降低了，而且睡眠品质变得更好。什么时候喝最好？在你睡觉前30到45分钟喝，不是爬上床才喝。我建议你可以这样做：晚上9点或9点半的时候，把电视关掉，把手机放在客厅充电，不要潜进卧室，然后泡一杯温热的洋甘菊茶，坐在窗边，慢慢的喝，什么都不想，就只是静静的喝茶。喝完之后，再慢慢的走进卧室，躺下来睡觉。你会发现这样的仪式感会让你的身体知道现在是要休息的时间了，你的皮质醇会慢慢降下来，你的心跳会变慢，呼吸会变深，然后你就可以进入深层的睡眠。睡得好，血糖就会稳定，这是一个良性循环。但是有2点要注意。第一，如果你对菊花或菊科植物过敏，第一次喝的时候，先喝少量试试看。第二，泡茶的时候不要加太多糖或蜂蜜，不然就失去控制血糖的效果了。洋甘菊茶就像是你的关灯管理员，专门负责把压力的灯关掉，让你可以好好休息。一个晚上的好睡眠胜过10种保健品。在诊间里，病人常常会问我一些问题，我知道这些问题也是你心里想问的。第一个问题，陈医师，我已经在吃药了，如果再喝这些茶，会不会过量？第二个问题，如果我每天都喝茶，会不会伤害肾脏？第三个问题，老人家已经花很多钱买药了，可不可以不吃药，只喝茶就好，这样比较不伤肝？我知道这些问题很现实，也很重要，我不会逃避，我会直接回答你。首先，喝茶是辅助，就像是帮植物调整光线和温度，让它长得更好。但是药物才是根本，茶不能取代药。如果你的肾功能正常，喝这3种茶，每天的量都是适量的，而且你有喝足够的水，那是不会伤害肾脏的。但是你还是要定期去检查，这很重要。至于第3个问题，这是最危险的想法，自己停药是非常危险的行为。茶可以帮助你减少血糖的波动，让你的身体状况更稳定，但它不能取代医生开给你的处方。我想跟你说一句很重要的话，
我们的目标不是不管怎样都要摆脱药物，而是活得更长、更健康、更轻松。如果茶可以让你的血糖稳定一些，药量可以减少一些，那当然很好。但这一切都要在医生的监督之下进行，不是你自己决定的。我希望你记住，茶是你的朋友，药也是你的朋友，不要让他们对立起来，而是让他们一起帮助你。我想跟你分享一些我在诊间比较少说的话。在医院里，每个病人的看诊时间很短，通常我只能跟你说药物怎么吃，下次什么时候来抽血检查。但其实如果时间允许，我最想告诉每一个病人的是，你手上有很多东西可以用来保护自己，而且不用花更多的钱买药。这3杯茶就是你每天可以做的3件事，每喝一次，就是你在对自己的身体说，我站在你这边，我要照顾你。这个感觉很重要，因为很多时候病人觉得自己很被动，只能等医生告诉你做什么，只能看检查报告上的数字上上下下。但是当你开始每天喝这3杯茶，你会发现你有能力主动做一些事情来改变现况，这个总感觉会让你更有信心。我看过太多病人什么都不改变，只依赖药物，结果血糖还是像云霄飞车一样忽高忽低。但也有一些病人愿意调整一点生活习惯，喝茶、走路、早一点睡觉，他们的血糖就明显稳定多了。我不期待你1天之内改变整个生活，我只是希望你可以从1杯早上的茶、1杯晚上的茶开始。只要你愿意踏出这一步，你就已经走在很多人不愿意走的路上了。让我们来想象一下，一个理想的1天应该是什么样子。早上你起床后，先喝1杯温热的姜加肉桂茶，你的手脚慢慢暖和起来，你不再觉得发抖，你可以很平稳地走出家门，开始新的1天。到了早上9点左右，吃完早餐1到2个小时后，你喝1杯绿茶，然后出去走一走，晒一点太阳，呼吸新鲜空气。到了晚上，在睡觉前30到45分钟，你泡1杯洋甘菊茶，把手机放在客厅，坐在窗边静静地喝完，然后你躺在床上，进入深层的睡眠。这样的1天，控制血糖不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，不再是只能在医院里面做的事情，它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仪式，一个你每天重复的让你感觉很舒服的习惯。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，茶不能取代药物，不能取代抽血检查，也不能取代定期看医生。可是如果你坚持这3个习惯，你会发现你的血糖更稳定了，你的精神更好了，你对自己的身体更有信心了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分享给那些也在担心血糖的家人和朋友，记得按赞、订阅，让我们一起慢慢地把血糖照顾好。记住一句话，在对的时间喝对的茶，让血糖变成你可以掌握的朋友。谢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次见。